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近鐵。話說 M Train 已經一列一列咁離開我哋，港鐵曾經有打算幫佢翻身，但可惜最終冇成事。其實喺日本，鐵路公司會幫啲國舊嘅列車更換佢哋嘅 VVVF。不過如果 M Train 都咁樣嘅話，又會點樣呢？我哋一齊嚟試下。眾所周知，我喺日本最中意嘅鐵路公司係佢，因此就用佢啲列車嘅摩打去翻新 M Train。你覺得效果如何？邊個最啱用嚟翻新 M Train？ 歡迎喺底下留言。今集到呢度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 share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